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9，诗篇69篇33安尼讲：我要用诗歌称赞上帝的名，嘛要用感谢尊伊最大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用称赞、感谢称最大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远圣洁，永远公义，永远信实，永无改变的至权上帝。主啊！伫你有怜悯，有疼痛，无快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主啊！因为你是守约、施慈爱的主，伫你无变换，也无长逝的影。主啊！阮的生命拢是你所赏赐，阮的一切拢在伫你。主啊！虽然生活中充满试炼、患难，这重担缀阮到要无力通担，总是你对阮的疼永无改变，你对阮的固守永无变换。主啊！我要用诗歌称赞你，嘛要用感谢尊你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